大家好，我係 Good China Thai 對路泰國嘅 Kun Wing 啊。今集企業出海泰國錦囊，同大家探討嘅係為何上市公司或者準備上市嘅公司喺海外持股嘅比例必須要達到51% 以上。當然最理想嘅係100% 全外資控股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明確規定，母公司要將子公司納入合併報表，就必須擁有控制權。一般嚟講咧，持股比例超過51% 以上，就被視為擁有控制權，能夠將子公司嘅財務數據完全拼入母公司嘅財務報表。對於上市公司，假若無法合併報表，有可能影響投資者嘅信心，甚至上市嘅審批。企業出海泰國，根據外商經營法，一般嚟講，外資嘅企業嘅持股咧喺泰國咧，唔可以超過49%。呢個咧對於上市公司嘅財務部門嚟講咧，評估咧係有相當嘅風險。所以喺泰國設立100% 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對於上市公司或者準備上市嘅企業嚟講咧，顯得相當重要嘅。